大家好，歡迎返到黎幕後組。先問你一個問題：假設兩個學生興趣相似，最後亦選擇同一個學科，唯一分別係一個考到20分，另一個考到狀元。如果嗰科收分唔算最高，你會唔會有半秒覺得好似有啲浪費個狀元？點解同一個選擇只係換咗一個分數，就突然由適合自己變成浪費？今年 DSE 放榜，公開報道嘅24位狀元入面，有20位表示有志從醫。讀醫當然可以係一個真心、理性而且好理想嘅選擇，但單睇分數，佢哋應該係最有得揀嘅一班人。偏偏最後答案最相似。今日我哋真正要拆解嘅唔係點解咁多人想讀醫，而係點解分數越高，入到嘅學科明明越多，被視為合理嘅選擇反而可能越少。先講清楚。呢20個只係公開報道嘅升學意向，唔係最終入讀結果，亦不足以推斷任何人嘅動機。試想像兩個人今個月人工都係3萬蚊，一個由2萬加到3萬，另一個由4萬減到3萬，最後數字一樣，但係一個覺得賺咗，另一個覺得蝕咗。我哋判斷一個結果，分別唔係在於最後有幾多，而係大家用緊唔同嘅起點比較。放反落選科，如果外界將你入到最高門檻嘅課程視為你本來應該去到嘅位置，揀另一條路就可能被感覺成放棄機會。即使學生實際上並冇失去任何嘢，所以浪費分數未必真係評論緊學科價值。我哋有時唔係問醫科適唔適合你，而係忍唔住問：明明夠分入一科更難入嘅，點解唔去？嗰一刻我哋衡量嘅已經唔再係適唔適合，而係有冇用盡個分數。但問題係點解一見到高分，大家腦入面覺得應該揀嘅，來來去去都係嗰幾科？想像你去到一條陌生食街，一間鋪頭排長龍，隔離就冇乜人，你未食過，甚至未睇餐牌，但係咪已經覺得排隊嗰間應該好食啲？因為當我哋唔肯定點揀，其他人嘅選擇就會變成免費答案。呢個唔一定係盲目跟風，而係我哋借用其他人嘅決定，減低自己揀錯嘅風險。我哋個腦其實同時收到2層信息，一層係同我相似嘅人通常點揀，另一層係身邊人認為我應該點揀。當我哋年年見到狀元加醫科呢個組合，第一層可能會話俾下一屆學生知，好似我呢類高分學生通常都係咁揀。當老師親友再問咁高分點解唔考慮最高門檻嗰幾科，第二層就再加句，大家亦認為我應該咁揀。一層提供資訊，另一層增加社會成本，2層疊埋，某啲選擇就愈來愈似標準答案。但有樣嘢好容易被我哋調轉嚟睇，我哋通常以為一科多人爭收分高，證明佢本身特別有價值。但有研究睇過首爾大學嘅選科資料，發現一科越有名，越多高分學生報，越多人報就越難入，越難入，大家又越覺得佢勁。結果下一屆嘅高分學生就更加自然諗起佢。呢項研究唔可以直接證明香港醫科嘅情況，但佢揭示咗一個值得留意嘅循環：聲望吸引高分申請者，競爭推高門檻，門檻又反過來強化聲望。所以一個學科嘅聲望未必只係反映佢本身嘅價值，亦會被高分學生嘅集體選擇、收生競爭同門檻不斷互相強化。換句話講，學生一方面受排名影響，但另一方面，佢哋每一屆嘅選擇亦會反過來影響排名。不過，呢個唔代表佢哋冇主見。事實上，讀醫對好多學生嚟講，本身就可以係一個真心、合理而且經過認真考慮嘅選擇。醫科有好多真實吸引力，有學者整理過24項關於學生點解揀醫科嘅研究，發現背後通常係好多原因加埋一齊。學生選醫嘅原因通常係混合嘅，包括科學興趣、助人動機、工作及經濟保障、社會地位同家庭因素。一個人可以真心想幫人，同時重視穩定同前景，兩者完全唔衝突。所以狀元想讀醫唔代表佢哋冇自由選擇。當一條路同時提供意義、專業身份、穩定性同清晰出路，唔同人各自計算，最後集中喺同一個選項，一啲都唔奇怪。
呢個先係最反常識嘅地方。自由選擇唔一定產生好多唔同答案。當所有人面對相似嘅獎勵、風險同社會評價，就算每個人都係自由選擇，亦各自有合理理由，最後仍然可以共同形成一個標準答案。如果大家由細到大聽到嘅成功答案都差唔多，就算冇人逼，最後都好容易作出相似嘅選擇。而最微妙嘅係去到最後，甚至唔需要有人話你應該點揀，某啲選擇會自然令人覺得呢個先似我會揀。心理學有個概念叫身份導向動機，當我係邊種人變得重要，我哋會自然傾向選擇同呢個身份一致嘅行動。對高分學生嚟講，可能係叻學生應該揀高門檻嘅科；對成年人嚟講，可能係讀咗專業學位就應該做本行，或者做到穩定高薪就唔應該走。身份本身唔係壞事，佢可以令人堅持。問題係當一個身份被收窄成只有一條路先配得上，其他選擇即使更加適合，都可能令人覺得似浪費、似退步。於是原本幫你增加選擇嘅分數、學歷同職位，最後反而會令你覺得我好似冇得唔咁揀。咁如果唔用分數、學歷或者職位替自己安排人生，應該用咩？答案亦唔係一句讀咩都冇所謂啦，最緊要自己中意。一項整理超過60年研究嘅分析發現，興趣的確同學業、工作表現及持續性有關。但比起單純有興趣，更重要嘅係你同學習或者工作環境夾唔夾。簡單講就係配合度。你可以問自己4樣嘢：日常自己代價出路。第一，日常我中意嘅係個學科，定係將來每日真正要做嘅工作？第二，自己我嘅能力、性格同價值觀配唔配合嗰種學習同工作模式？第三，代價我知唔知道條路真正辛苦喺邊？第四，出路我有冇了解畢業之後可能去邊，亦願唔願意為嗰條路建立能力？如果你係家長，與其一開口就問你咁高分，點解唔揀一科收分高同出路穩定？不如同佢傾下，你知唔知實際讀我係點？怕唔怕太辛苦？如果最後發現唔適合，有冇諗過第二條路？前面嗰種問法，主要考慮邊條路最穩陣，將來收入最好。後面嗰種就幫佢將自己適唔適合同條路實際要付出嘅代價一齊諗清楚。所以呢條片唔係話狀元唔應該讀醫科，完全可以係一個真心、合理而且適合自己嘅選擇。我哋只係想分清楚夠唔夠分入，適唔適合自己，同想過一種點樣嘅人生係3件唔同嘅事。收生分數主要反映競爭、學額同需求，唔等於一個學科有幾適合你，更加唔係一張人生價值排行榜。有資格進入唔等於有責任進入。真正嘅自由選擇唔只係制度上有得揀，而係當你揀一條唔同嘅路時，唔需要先證明自己冇失敗。分數可以影響你入唔入到某一科，但唔應該替你決定邊一種人生更加值得。如果冇人知道你考幾多分，亦冇人會評論你仲會唔會揀同一條路。歡迎你喺留言講下，我哋下集再見，拜拜。